金言金語得勝篇，還不信我，要到幾時呢？續經文，摩西將這些話告訴以色列眾人，他們就甚悲哀。清早起來，上山頂去，說：我們在這裏，我們有罪了，情願上耶和華所應許的地方去。摩西說：你們為何違背耶和華的命令呢？這事不能順利了，不要上去，因為耶和華不在你們中間，恐怕你們被仇敵殺敗了。亞瑪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們面前，你們必倒在刀下，因你們退回不跟從耶和華，所以他必不與你們同在。他們卻擅敢上山頂去，然而耶和華的約櫃和摩西沒有出營。於是亞瑪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來擊打他們，把他們殺退了，直到何珥瑪。民數記14章39至到45節。作為跟隨耶穌嘅人，我哋要做一個相信神係滿有能力嘅人，唔好做一個不信嘅人。相信神嘅人，就算佢哋睇到困難，遇上人生嘅風暴、突變或者驚嚇，佢哋係唔會恐懼、慌張同埋害怕，佢哋仍然係以堅定嘅信心相信神。結果佢哋係可以得到神嘅應許同埋祝福㗎。而唔信嘅人，當我哋聽到困難，就會即刻驚起上嚟，又憂心又憤怒。佢哋唔單止唔相信神，仲會懷疑神，仲會抱怨神。因為佢哋俾困難遮蔽咗佢哋嘅心眼，被風浪滅咗佢哋對神嘅信心。迦勒同埋約書亞就係相信神嘅人，所以佢哋可以領受神嘅應許，進入迦南美地得地為業。而以色列民呢，就係唔相信神嘅人，結果佢哋就要死響曠野嗰度啦。今日經文講到摩西將呢啲說話話咗俾以色列人知道，佢哋就好悲哀啦。呢啲話係指咩話呢？就係記載響民數記14章28至35節神所講嘅宣判啦。經文咁樣講，耶和華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要照你們達到我耳中的話待你們。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，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數點，從20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，必不得進我起誓應許叫你們住的那地。唯有耶夫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才能進去。但你們的婦人孩子，就是你們所說要被擄掠的，我必把他們領進去，他們就得知你們所厭棄的那地。至於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，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漂流40年，擔當你們淫行的罪，直到你們的屍首在曠野消滅。按你們窺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頂一日，你們要擔當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與你們疏遠了。我耶和華說過，我總要這樣待這一切聚集敵我的惡會眾，他們必在這曠野消滅，在這裏死亡。以色列民唔單止聽見上面神宣判嘅說話，仲親眼睇見摩西打發窺探嗰個地嘅人返嚟，報告嗰個地方嘅惡訊，叫全個以色列嘅會眾向摩西發怨言嘅都遭到瘟疫，死響耶和華嘅面前。只有約書亞同埋迦勒可以存活，所以以色列民晨早起身就承認有罪啦。佢哋情願上耶和華應許嘅地方去，但係摩西勸喻佢哋唔好去啊，因為佢哋嘅不信同埋埋怨，神已經離開咗佢哋啦，佢哋會被仇敵殺敗。可惜啊，以色列民唔單止唔聽啊，仲自把自為上到山頂嗰度添，結果就被住喺山頂嘅迦南人所殺敗。呢啲就係以色列民不信、發怨言同埋叛逆神嘅淒慘經歷啦。發怨言同埋叛逆係會隨住不信而嚟。當人嘅心存住不信，就會埋怨神，將一切嘅責任推卸響神嘅身上，由始至終都唔會檢視嘅問題係出於自己嘅不信同埋不信服。當我哋唔信神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自作主張，偏行己路，叛逆神。咁樣唔單止會失去神嘅祝福，冇埋神所賜嘅應許，
仲會招嚟禍患，所有事都唔會通順，傷亡慘重啊！我聽過有一位弟兄佢咁樣分享見證話，佢冇經過祈禱就買咗層樓投資，響人嘅計算上邊係會有好好嘅回報嘅，但係結果咧就碰得焦頭爛額，買入嘅樓成為咗佢嘅負資產。後嚟佢悔改，信服神嘅指示，結果蒙神嘅恩典，得着神嘅拯救，先至唔會招致更嚴重嘅損失咋。點樣可以顯明我哋係相信神嘅人，而唔係唔信神嘅人呢？我哋必須要注意，我哋必須會聽從神嘅說話，信服神嘅指示，同埋信服神嘅帶領，唔好做叛逆神嘅事啊！默想與反思，神對不信嘅以色列民有啲咩審判啊？以色列民對神嘅宣判有啲咩反應嘅呢？點解以色列民認罪，願意去神所賜嘅應許之地嗰度，仲會被殺噶？我哋係咪相信神嘅人嚟噶？信心係同咩有關嘅呢？讓我哋一起禱告。神啊，我哋要成為有信心嘅人，我哋要響言語、行為同埋態度上邊都會顯出我哋對你嘅信心。我哋要聽從你嘅說話，信服你嘅吩咐，同埋信服你嘅帶領，唔發怨言，唔叛逆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